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捷运黄线将在澄清路上设置车站，目前计划要赶在农历春节前拆除 Y16 站衔接 Y17 站之间的分隔岛，再进行大智路桥地下基桩拔除。不过，后续 Y17 站会碰到铁路地下化隧道，Y18 站则会和捷运局线交汇，工法真的是相当的复杂。施工中的高雄捷运黄线在澄清路上将有约3公里的地下化工程，会设 Y5、Y16、Y17、Y18 等4座车站，其中 Y16 会先进行连续壁施作，并力拼农历春节前拆除 Y16 站和 Y17 站之间的分隔岛，随后会将大智路桥地下基桩拔除。当地民众表示，现在看到分隔岛的拆除工程，感觉黄线施工有明显的进度。会，因为我们有小朋友上学，所以我们也期待因为通车，我们小朋友上下学会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上学，会比较方便。绝对可以体谅啊，这公工程嘛，就是有一段不管是1年2年，我只希望第一个工程品质要最重要。啊，就安尼较方便啊。既然要坐车是上班。嘿啦，安尼较方便，较老铁啦。由于规划的路线在 Y17 站，将会遇到铁路地下化隧道，因此捷运工程需要再往更下方开挖，需要从火车隧道的下方穿越。而魏武营的 Y18 站将会和捷运局线交汇，这2段的施工工法可以说是相当复杂。澄清路上面呢，总共有4个站，那分别是 Y5 车站、Y16 车站、Y17 车站跟 Y18 车站。那之前我们开始连续壁第一刀我们的开始施作的部分是在 Y16 车站。那后面的 Y17 车站跟 Y18 车站，那分别会有铁路地下化的部分那个正义站会从地下穿越。那在 Y18 的部分会穿越我们的捷运局线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因为往下开挖比较深度比较深，那所以这个部分工程的难度会提高。那不过这个部分相关的工程技术也非常的成熟，那这个部分我们捷运团队持续的在精进，那加紧的做设计，那接续后面的施工。捷运黄线全长近23公里，沿线将设23座车站，行经凤山、三民等6区，将串联捷运红橘线、轻轨、台铁等4条运输系统，预计2034年完工通车。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位在北高雄黄金地段的富邦凹子底建设案，其中由于汉神3馆计划入住，因而引发关注。目前整体建筑持续新建当中，预计2028年正式启用。周围房价也受到带动，但因为今年房市整体回档，多数买卖双方都持观望的态度。不过交易价格还是有抬高。施工车辆进进出出，位在高雄鼓山博爱二路与大顺一路交叉口上。富邦凹子底新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施作当中。由于汉神百货预定入住，也使得附近房屋交易询问度有增加的趋势。在房市上的话，话题性当然就是增加的，因为未来它这边除了引入商办以外，还会有我们所谓的汉神3馆嘛。那因为像北高这边也都没有电影院，那这边未来还会有电影院、城市水族馆、健身房，所以对于周遭的住户来说，这边的机能的话是会相对变得比较好，所以话题性现在也是有增多。因为农16这一个商圈长期来看，我们有明星学区，有捷运、轻轨双线，那再来未来又有一个百货3馆的进驻，所以需求量来说，买家他们不管是自住刚需，或者是他们是自产的需求族群，他们进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意愿度，那个需求量都有提升。作为北高雄未来重要的地标之一，富邦凹子底建案总占地面积高达11万坪，共规划地上建物47层楼，总高度来到235.7公尺，落成后将成为高雄第3高楼。而除汉神3馆话题外，即将进驻的电影院也弥补北高雄的影院空缺。北高雄来说，美术馆大发地算是蛋黄中的蛋黄区。那尤其是大发在这边除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异想天地在那边之外，轻轨的经过那以及这样的开发案。除了这开发案之外，其实在轻轨沿线还有停35，它整个开发了。那我想，这样开发案持续进驻于拉巴队来说的话，对于所谓过去大家认知所谓市区的北高雄区，它当然是带来一个新的气象。那尤其是我们所知道的，目前在原市区的北高雄区，没有所谓的电影院，所以这边市民朋友一个很期待，就是说，等到开发案完成之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汉来集团也投资了相当多的心力，在这个开发案上面，除了汉城巨蛋之外，那中间的富邦人寿，那以及南边的汉城百货跟汉来饭店，其实在汉来集团他们都经营的有声有色，所以说我们也期待这样开发案在他们占的精心，然后有一个百货的相关的战略布局来说的话，势必又会成为一个高雄的一个新亮点。但部分买卖双方依旧持保留态度，也使周围房屋买卖询问度虽高，但成交量却不如预期。但因为今年的房市的状况，现在目前今年是有回档，对，不然在如果说在前2年的状况，房市高升的状况，他们的房价目前单价都是有往上，长期来看都是有往上提升的。那今年回档的状况，可能买卖双方都会各自在属于观望的阶段，尤其是像卖方，他可能就会比较希望是在落成之后再拿出来出售。随着汉神百货3馆整体进度逐渐往完工迈进，周围生活机能及公共交通趋近于完善，未来有望再带动一波区域房市涨幅，也为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占地高达70公顷的高雄国岭自然公园，每到假日总是吸引大批的游客。不过最近竟然出现大型遥控车在宽阔的草皮上奔驰，难道这是游客违规在玩车吗？其实这是公务局新引进的除草机器人。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10月开幕以来，已经成为南部最夯的踏青景点。高达70公顷的绿地，可以让民众踏青、健走、野餐，甚至怎么有人在草皮上玩遥控汽车？还这么大台，会不会把草皮压坏了？大家先不用担心，原来这是国岭公园新引进的智慧型除草机器人。由于园区内部山坡地起伏剧烈，许多陡峭地形是大型除草车无法进入的。如果单靠人力作业，不仅耗时又费力，还会增加滑倒受伤的公安风险。透过这款智慧型工具，工作人员可以在远端轻松完成高难度的陡坡除草任务。主要是割草用，平常都是使用在斜坡上人工车子用不到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力比较高的危险啊，都要用割草机下去。对啊，不然斜坡上有时候湿滑会滑倒。目前公园内部的维护工班共有25个人，公务局虽然另外招募了志工130人，而且目前还在持续招募中，但如此大的腹地为管，如果能够导入更多的便捷智慧型工具，或许有机会大幅降低人手压力，成为提升整体作业效率的关键。是一定要的因为其实在他们就是在维护的过程中，安全当然是放在第一这样。我觉得可以了，如果在不影响那个大自然的情况下，能够提高维护效率都是好的。最主要我们百姓要知爱，很重要知爱，不要随便乱丢东西啊。收完的话，东西要整理带回去啊。你卖公安米给欧北蛋啊，破坏什么什么啊，因为维护人也很累。高雄国岭自然公园部分区域坡度大，地形起伏，使得日常割草维护工作充满挑战。为落实地线维护同仁的作业安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特地采用遥控割草车，有效解决过去人工在陡坡上割草的安全困境，避免滑落、跌倒等风险。随着大型公园绿地的开发，如何稳定的维持景观品质，同时兼顾作业安全，考验着管理单位的智慧。透过科技工具与志工服务的结合，不仅能减轻工班的负担，也让这座城市的绿色地标能够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每一位旅客。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楠梓区有一位78岁的理发师，每天骑着自己的3轮车外送剪发服务，而且价钱超佛心，只要50元，连阿嬷都说好便宜哦。
从自家3轮车拿出自备板凳，为客人围上理发围巾。78岁的蔡明英阿嬷熟练地为客人修剪头发，不管是用电动理发器推高、侧边修剪，或是耳旁发线细修，到最后用剪刀为发型修出层次，一样轻松上手，精准作业，毫无闪失。而且到府剪发只要50元，顾客阿嬷都说太便宜。50块把夹到遮水啊！50块是伤俗啊，真无遮俗啊啦。哎呀，这个加他们上贵的、上俗的嘛，100块，50块啦，有够俗的啦。50块实在是我拿不出手来了。我到外面150块，那个老板娘跟我2下就给我解决了，还要被他们念一念。蔡明英阿嬷13岁拜师学剪发，已有60年的资历。一个发型从开始到完整，大约是15到20分钟，被剪过的都是好评。慢工出细活，我在旁边看他前面那一位哈，我就觉得他做事情非常的好。3轮车上有各式剪发配备，喷瓶、痱子粉、剪刀应有尽有。阿嬷虽然可以在租屋处为客人理发，但因为许多年长者行动不便，因此10年前开始骑3轮车外送剪发服务。她说，她能动就服务不方便的老顾客。伊遐徛较远嘛徛伊，徛伊机公啊，徛伊公园啊，徛伊人个家内，伊真骨力徛。大家年纪若较济，行路拢是无方便，所以我来到因兜，伊嘛免过安尼走。当行我就会当安尼，毋知大家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啊。阿嬷因为家庭变故，需要自付房租与生活费，因此78岁还不能退休。里长也曾劝阿嬷涨价，但她说能生活下去，她就很知足。我建议她要涨价，她还是坚持。她说欢喜做。甘愿收，然后就是用那个跟大家结缘的方式啦，就是用50块，然后顺便交个朋友这样。会当做收付就袂歹啊，大家对我的爱心啊，我向大家感恩。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楠梓区还有没有涨价的手艺？不追求高价，见证老一辈手艺人的温暖与人情味。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上班前买早餐该选什么呢？高雄草衙2路上有间开业22年的肉圆小店，主打皮薄 Q 弹、肉馅鲜甜，是不少码头工人都爱的铜板美食。晶莹剔透的外皮被轻轻夹起，以米浆制作的肉圆，口感却与寻常吃到的有些不同。皮薄 Q 弹的滋味，靠的就是老板娘手上的传统工具，让顾客在吃到 Q 弹外皮时，更能感受到肉馅的鲜甜。阮都有早饭、肉圆甲素心汤，因为阮的物件我拢无人摕变的，阮的肉卵拢家己炒的。啊，阮的肉阮是绝对新鲜的，因为阮拢是人现化顿的，会温体煮的。阮都有阮遮的肉店摕来的肉，我无咧用冷冻肉，嘿。啊，所以我的招牌就是我的肉圆甲我的素心汤搭配起来，我是最有自信的，我的素心汤绝对好啉的。因为我的汤啊，我嘛无用进口的，我用咱台湾的。猪肠啊，我不用进口的东西啦，不是说它不好，那个新鲜度绝对不同的。开业22年的肉圆小店，过去曾在旗山老街经营，如今在草衙2路上，天还没亮就开始营业。母子2人分工合作，让一颗颗肉圆成为了许多港口上班族最爱的早餐。阮家阮家最早，阮超3点半就爱出单，啊，我一定爱5点半吼，物件就全部爱有啊。因为阮遮人客足早起的，有码头的，要下班的啦，要去码头上班的啦，做船边的啦，很多拢会经过阮遮，因为阮遮较过就是码头啊。啊，算讲就应付遮人客早起的啦。啊，阮遮我做2顿尔，我下昼差不多7点就收啊。虽然是铜板生意，但老板对于食材却十分讲究，只有自己敢吃的食物才有资格带给顾客。要做生意，更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台南在地一间飘香20年的麻辣火锅店，早期是单点火锅，后来因为吃到饱正流行，所以转变为火锅吃到饱的模式。但是店家对汤头和食材相当的重视，20年来坚持使用大骨熬汤，一步一脚印的用心经营，赢得顾客的信赖好评。一定要
差不多半个小时就给它搅拌一次，让它里面这个骨头里面的骨髓掉出来，然后再跟那个汤溶解，它汤就会白。边转汤勺边讲解，老板王新凡大方分享汤头浓郁的美味关键，不依靠化学汤粉美味速成，而是靠着炉火慢熬，将美味一点一点浓缩累积，最后才能端上桌。它的汤头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喝他们的那个麻辣，因为我喜欢吃辣。那他们那个辣，你喝下去，你不会觉得口干。很多的汤底啊，他们现在都是用调味包，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汤底是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下去煮。我们是没有用汤粉，就用新鲜的蛋，然后就用最原始的方式而已，就只有2种原料，就是水跟糖这样子。对，然后用时间去换取它的汤头。对，时间换取美味。对。早期曾在知名川菜餐厅学习，创业后将所学融会贯通。王新凡以香料、中药材等调配麻辣汤头，经过一次次不断的努力，终于试出让他满意的味道，也让不少消费者从学生时代一直支持到步入社会。大概这边已经吃了20几年，应该有20年吧，对啊。然后食物就是觉得食材很新鲜，然后最主要它的鸭血就是很嫩。我的那个嘴是很挑，那他们的饺类就是真的都是纯手工，就是像鱼饺啦、燕饺、鱼册那些。那像有些别家店说什么他们的饺类是手工，可是你吃下去，光看吃下去那个你就知道，其实那也不是纯手工。鹅啊、螃蟹、虾子都很丰富，而且很新鲜。这间我已经吃了那个快10次。当兵结束之后，有到台南之前蛮有名的单点的一间那个麻辣火锅店工作过，然后我就延续他们的汤头，自己去调配。庆祝20周年，业者特别推出全时段优惠，要来感谢消费者20年来持续不断的支持。我们终于20岁了，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9折的优惠。那即日起就是如果直接来我们店的话，到12月31号周一到周五平日，我们有享有9折的优惠折扣。王新凡与黄宇姿夫妻俩表示，未来除了持续守住汤头品质，也会提供更丰富多元的选择，让老顾客吃得安心，新顾客也能感受到这份对美味的用心与坚持。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在桃园马祖新村有一家结合花艺、香氛与餐饮的老屋空间，老板把多年芳疗与餐饮经验融合在老屋里，让客人一进门就先感受到香气。店里一道带着客家文化的牛问水，更是许多人到访必点的甜点。老板希望每位走进马村的人都能把这份味道记住，也带回家。走进马祖新村的巷弄内，有间用香气迎接客人的店铺。店内摆放天然精油，透过温暖的灯座，香味沿着光线往空气里散开。这家店结合花艺、芳疗与小甜点，用最自然的方式替老眷村添上一种新的温度。老板吕温怡住在马村附近，在疫情后看到周边一间间老屋空下来，心里才浮出念头，或许能在这里用自己会的东西做些让人放松的事。那我常常在这边散步，就看到这个马村4号，我很喜欢它。那本身我自己是一个花艺师，然后也是一个精油芳疗师。那我就想，我可能可以以这个身份来做一个进驻的申请。马村这个氛围是让人家感觉到很放松。那我刚好可以利用我自己的会的一些技术，可能可以在这边成立一个比较放松的店，这样子。进驻马村之初，他原本只规划花艺课与精油课，后来也把10年的餐饮底子带进店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碗很多人一吃就爱上的牛问水。我当时只是想说，如果马村这边有一个可以让我有一个驻点的机会，那我可以在这边教一些花艺，然后教一些精油芳香疗法。那当时是这样设定的，可是后来没想到，好像这样子的只有单一的这样子比较没有那么齐全。
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我怎么样把人带进来，然后最后就运用上我在餐饮业的这个 base， 然后把一些我以前就是在餐饮业的经验，把它带进来这个餐厅这样。牛问水是一道台湾客家人的传统点心，由糯米团配上黑糖姜汁熬煮而成，有着软 Q 的口感，是早年客家家庭节庆才会出现的味道。老板刻意挑选这道快被遗忘的小吃带进马村，还加上擂茶的概念，让客人可以在桌边慢慢磨花生、芝麻，撒在热腾腾的姜汤上，多了一道仪式感。意外的是，这道成了许多人到访必点的甜点，而他最想做的事是替马村留下味道，所以他以甜橙、橙花和草本香调调出3款象征马村的限定气味。那马村这个眷村呢，它以前有种很多果树，然后有很多芳香的花朵，那我就运用了就是果树这个甜橙跟这个橙花，然后来调制这个马村限定款的香水。那客人都非常喜欢，所以像我调的这个竹篱笆外的春天，最主要就是说有一些游子他可能远行之后再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眷村的这一个思念的味道。在他心里，马村的味道来自生活里的那份朴实。老板吕文仪把香气与甜点融合在一起，就像把眷村味重新端回桌上。他希望走进这里的人不急不赶，在这里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马村记忆。记者陈浩，台湾长报道。基隆一家烘焙店用葡萄种天然酵母制作老面面包，隔天依然柔软香醇。该店还推出酸种面包，融入台湾元素，微酸 Q 弹有嚼劲，天然健康零负担，吸引大批忠实的顾客。双手温柔地拍打面团，仔细地放进模具进行发酵。基隆这一家烘焙店坚持使用天然酵母，制作健康美味的面包。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然后我们的家里所有的烹煮的面包，我们全部的甜面包、咸面包，我们都用葡萄种，我们每天都会养它，所以我们面包放到隔天还是很软很香。店内的意大利发酵面包需要约1周的发酵时间。那意大利发酵面包它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养面种，然后面种里面要加水、加新鲜的面粉，还要加蛋。然后今天到最后我还是会拉开看一下我们的面团，它的那个形状。呈现薄膜跟那个力量够不够？最近店内推出酸种面包，使用天然酵母和乳酸菌发酵，带来独特的微酸风味和 Q 弹口感。酸种面包就是用乳邦种，我们用面粉跟水去养的，然后有推出3种口味。那针对于酸种面包，我们加了台湾的元素在里面。许多顾客被这天然健康的面包吸引，成为忠实主顾。吃起来其实就蛮酸的，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 Q 的感觉，我自己还蛮喜欢它，面团很自然的那种嚼劲，然后可以吃得出那种面粉香。而老面面包则以柔软香醇的口感赢得顾客青睐。他们这个面包食材很好，很提味，我都常常来买。酸种面包跟老面做出来的面包，吃的都是健康的，不会让你吃的胃不舒服。从意大利传统到台湾在地元素，这家烘焙店用时间和耐心，坚持天然健康，为消费者带来美味与安心。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台南安南区在地经营16年的烘焙坊，以口味多元的手工饼干和各种伴手礼盒，累积了不少老顾客捧场。老板5年前开始推出用考卷或是比赛奖状的好成绩，免费兑换饼干和鸡蛋糕，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至今已有上千位学生受惠。
秉纯烘焙坊从2009年在安南区创业至今，严选最好食材所诞生的每一个手工饼干，香醇可口，健康少负担，而且迎接不同节日，也研发多款人气创意新品，累积不少忠实顾客。采访当天，也有结婚新人特地来试吃选购礼盒，分享满满的祝福。难得的是，老板蔡志杰除了传递幸福的好滋味，5年前就开始推出凭考卷或各式奖状来兑换饼干的公益活动。从国小到高中，无论是学业成绩达标，或是技艺竞赛奖状，都可以免费兑换。无形中也激励学生更加努力。截至目前，已经有上千位学生获得奖励，也让家长相当感佩。因为这边有饼干可以吃，所以我会更努力，这样我就可以换到我喜欢的饼干。饼干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下次还会努力再来换饼干。那我的成绩来换好吃的饼干。为了好吃的饼干，考试他也会努力啊，然后你不管他是高分还是低分，其实每一次考试完，他都会很期待来这边换饼干。虽然只是一个小小饼干或是蛋糕，但对于老板来说，都是一份爱心和安心的甜点，更希望借此奖励来传递行行出状元。因为自己本身不喜欢读书啦，所以想说也要就是依这个发想，就鼓励其他的小朋友，不会读书不一定不好。让我们可以学习更好的其他技能，这样子，他们都觉得办这个活动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让他们的小朋友可以考试的考好，或是更努力的去参加比赛，这样子。老板除了用好吃健康的饼干和消费者结缘，也持续奖励的行动，连彰化、高雄都有学生来兑换，一起分享幸福的感觉。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直飞日本熊本航线正式起航，台南市政府和台湾虎航特于台南机场举办首航仪式，包括市长黄伟哲、台湾虎航商务长以及交通部民航局长都到场出席，现场有许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台南国际机场日前迎来台南到日本熊本直飞航线，包括市长黄伟哲、台湾虎航商务长许志远，以及交通部民航局长何淑平与国策顾问康盈寿、立法委员林俊宪、陈廷飞等人都共同出席，见证这项历史性时刻。请启动台南熊本正式起航。同时呢，我们也要祝福我们的航线顺利，班班客满。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掌声鼓励？非常的感谢，今天有这么多各位长官、贵宾，还有我们首航的所有的旅客朋友们，大家共同的来见证。今天是我们台南机场迎来首次迎来已经睽违很久的盛况。自从疫情过后因为国际航线就停了。所以说，第一次迎接这么多的好朋友，我们感谢虎航开辟台南到熊本、台南到冲绳的航线，能够让大台南地区186万市民朋友，还有包括嘉义，还有包括北高雄的地区的民众都很方便的在台南出入。如果要去日本熊本的话，大家知道台积电在日本熊本投资，那1期已经生产，2期在积极设厂中。未来还有包括生态系产业链的许多厂商也会在熊本那边登陆。那所以说台湾跟熊本的往来只会越来越密切。其中，台湾虎航商务长许志远表示，要经营这条路线，要感谢很多单位协助，尤其在饮用水与燃油问题，而民航局也大力支持与帮忙。当然了，这条航线要飞起来，还是刚刚讲的非常辛苦，也要感谢很多单位。我这边只点出2个问题啊。当初我们要飞这条航线，第一个面临的就是这个水，大家要机上喝这个水都很难即使因为这边有一些水车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非常谢谢交通部以及民航局以及市政府的一个协助，让我们今天可以在机上喝到水而已这个问题其实
很辛苦，也谢谢我们友航的一个协助。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这个油，其实我们今天飞去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旅客没那么满？其实因为我们当地没办法加油，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启这条航线，每一班我们必须减载，因为我们必须把一些位置空下来，才能把回程的油都要载去。所以即使是8成满，其实已经代表是全满了。虎航它在日本飞了23个点，终于回到我们台湾，在这个桃园、高雄、台中，把台南列进去了。就在今天开始首航，第一个谢谢虎航。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谢谢市长带领的团队。其实整个台南的观光跟古城的风光，还有美食，其实不用我多讲，在地的各位朋友一定非常了解。刚刚我旁边这一位我们的代言人，他也是在把台南的相关的一个美食等等的一个景色介绍给日本朋友，然后也希望透过他带来更多的日本人。那我这个也要谢谢市长跟团队，还有我们的代言人。市府表示，台南到熊本航线从即日起由台湾虎航于每周2、5飞航，日本旅客可直接从九州飞抵台南。现场除了有中央与地方民意代表支持，另外也有日本艺人梦多大力推荐，希望航线能持续经营。会后第一批旅客也陆续出关，登上台南到熊本首航。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前10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为38319元，年增3%，但未满30岁的族群薪资中位数仅3万出头，青年低薪的压力仍在。社会新鲜人的就业选择、起薪期待与转职的现象，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24岁统计系应届毕业生谢小姐，目前以主持、展览、接待等接案工作为主，认为高时薪与弹性更符合现阶段规划，每月收入可达4到5万元。她也曾误入高薪酒吧征才陷阱，实际却是8大行业，提醒求职需谨慎查证。就是过去我有收到一个面试邀约，那他的职缺是说酒吧服务生。那因为当时我才刚高中毕业，就是没有意识到查核公司行号的重要性。那当下只是觉得说酒吧服务生因为是大夜班的工作，所以时薪比较高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结果到现场才发现其实是8大行业酒店的工作，所以我当下就马上婉拒了他。当初时薪是有到900块，然后他计算的方式，他是以1节10分钟150元，所以时薪就是有到900元这样。因为我目前是刚毕业，然后我有打算报考明年的研究所考试，所以目前是以兼职的工作为主。那我是以像是展场跟开幕活动的主持人，然后还有接一些品牌推广 PG 跟展场的销售业务等工作这样。因为我是有一边上课，然后一边工作，就不是完全都在接案。那我这样兼职下来，1个月可以到4、5万左右。25岁的曾小姐自夜校毕业后，已历经2份工作，因不满3万多元薪资而转职，成功找到新工作，月薪增加1万元。她同时斜杠投入占卜与紫微斗数，自学并经营 IG 分享内容，每月带来约1到2万元的额外收入。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念夜校，所以我就是早上就是做正职的工作为主，那晚上就是上课。然后那时候后来，因为我也是今年毕业，然后那时候会想要换工作，是因为就是想说希望薪水能有所再提升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就是在毕业前先辞职，然后也是后来也有找到相关，也是电商，但就是他薪水就是整大概多了1万块，然后就是福利上也比较好这样子。后来因为我是以前打工的话，那时候在早餐店打工的时候，学生时期我那时候就有想说我对神秘学蛮感兴趣的，然后意外也有看到就是有那个线上课程可以学习，所以我就报名了，然后我就去在线上课程自学，然后就是原本只是想说学着当兴趣，然后后来先帮身旁的家人朋友算啊，然后他们觉得还不错，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蛮准，那想说那不如我试着经营看看，然后我就开始我是用我的 Instagram 账号上去经营这样。现在的话就是待业中，然后在我等下一段工作之前都是做占卜。对，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40.2%的新鲜人仍停留在第一份工作，但已有36.6%换过工作，其中11.4%甚至连换2次。转职主因包括趁年轻多方尝试、不满意薪资或缺乏成就感，并有高达77%的新鲜人认同 AI 技能或证照有助于求职。那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换工作，其中呢前3名的原因，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呢，大家认为自己年轻嘛，所以还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再去试试看不一样的工作，所以会选择要转换。那么再来第2个呢，就是认为说好像薪水不符合期待，所以会想要转职。那第3个呢，则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找不到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兴趣啦，或者是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不适合自己哦，所以想要来转换一下不同的跑道了。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也有来询问说，那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什么样子的职业？那前3名的这个行业呢，第一个是这个科技资讯业，再来第2名呢，则是这个大众传播，第3个呢，则是这个包含像是餐饮、旅宿业之类的这样子。对，那比较有趣的是呢，我们这一次调查之中呢，有发现说有将近1/4的人，他们是表示在学期间呢，其实就已经找到工作了。那这个部分呢，也显示出，因为现在呢百工百业都在缺工嘛，所以就提早把触角深入到校园里头呢，及早的来去寻求人才哦。好，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有询问就是平均的这个起薪了，调查之后也发现说呢，薪资大约是落在33010元左右，比起去年的调查是在31650块，其实也增加蛮多的。但是呢，对于这个薪资的期待呢，这次调查之后也发现说，大家呢认为应该薪资要落在39000左右哦，所以这个距离大家理想的薪资呢还有一段落差。也因为如此呢，像我们这次调查也有近50%的这个新鲜人，他们会期待自己呢有一份正职工作之余，也希望自己还有一份兼职的工作。那这也就是呼应出了，就是为什么大家呢会想要再找新的工作，就是因为钱可能不够啊，要需要用兼职的方式替自己来增加一些收入。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虽然新鲜人平均起薪来到33010元，年增4.3%，但与期待薪资仍有落差。近半数因此考虑正职搭配兼职。他提醒新鲜人应审慎规划职业与时间分配，避免短期收入影响长期发展。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历经多年的整建，位于桃园复兴脚板山商圈的林业故事馆正式开幕。首档的展出以在地竹林产业为主，呈现100年林业发展与文化记忆。在地议员苏伟恩也建议，可结合青年与新创的资源，活化场馆，成为推动原民文化再生的重要基地。历经多年整建，位于桃园复兴区脚板山商圈的林业故事馆今年正式开幕。首档常设展带领民众回顾山林跟产业共生的历史，从泰雅族人早期跟森林友善共存，到产业需求下林业发展的转变，并通过竹材在农业、工业与工艺上的多元运用，让民众重新认识当代林业与永续管理的重要性。在复兴区啊，还在做砍伐的这个林业呢，这个种类就是桂竹。森林保护的法案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完备以后啊，目前为止我们的桂竹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还会有一块这个很大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国有林、树林、竹林呢，如果没有被管理、没有被整理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倒塌啊，或者是很难进入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这个在复兴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伐竹的工作者是在管理跟整理我们的竹林。那整理出来的我们的竹材呢，就可以用在农用上面，用在工艺上面。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场馆的这个展览的介绍呢，能让我们的这个来访的游客或者来访的在地人或关心林业的人，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当代的林业以及对台湾的贡献。
复兴区公所区长苏佐喜表示，林业故事馆前身为林务机构宿舍，经市府整修后赋予了新生命，未来将由区公所营运管理。场馆除了保存林业历史外，也将串联脚板山、小乌来、溪口吊桥等周边景点，打造深度旅游路线，期盼游客不再只是走马看花，而能深入了解复兴区的林业脉络与文化底蕴。因为复兴区是一个自治区。所以未来林业馆会移拨到公所，所以我们后续要做好营运。那第二个是说，林业馆以后怎么样能够跟我们复兴区的包括脚板山包括复兴青年活动中心包括风管处的蒋公行馆，怎么样做一个带状的连结？还有包括林业馆过去的林业署、林务局在这边的一些过去曾经在脚板山这边的努力，还有经营的这个历史我们都应该做一些呈现让所有来复兴区这里来旅游的游客有深度旅游的体验。桃园市议员苏伟恩指出，林业故事馆不只是历史场域，更具备文化再生与青年培力的潜力。未来若结合新创基地跟地方创生资源，开放青年团体跟在地协会进驻，将有助于活化空间，挹注创意能量。他也表示，将持续在议会关注资源审核，协助打造多元运用的文化平台。那因为现在我们复兴区那有很多的一些年轻好朋友们，那都开始想要为这个部落发想了，所以这个包含很多的青年一些组织，包含协会或是一些地方创生的一些团体，那他们都会面临到没有场地可以使用的地方。希望未来如果能够把我们的林业故事馆能够打造一些青创的一些基地，那让这些年轻好朋友们除了协会或甚至是一些这个地方创生的团体能够来进驻，那更能够来活化我们林业故事馆的这个空间。那它也是比较独特一点，因为从日治时期到现在，那也算是活用像这样子的空间。林业故事馆的启用不仅是老建筑的重生，更象征复兴区文化记忆跟产业精神的延续。透过文化保存、深度旅游跟青年参与，复兴区正逐渐拉近人与森林、土地之间的距离，为地方注入新的生命力。记者林涛报道。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与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打造了一支银发打诈志工队。日前在学甲新荣社区进行课程分享，以生动创意的短剧演出常见的诈骗手法及防范的重点，让同龄的长辈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实用的防诈知识。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长辈往往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不同于以往由年轻人上台宣导，这次角色互换，由5名银发打诈志工穿上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背心，前往台南学甲区的新荣社区，化身课程助教，陪伴同龄长辈一起学防诈。拄着电话，咱来真认真因为诈骗都是讲好康的嘛，这拢是贪的。银发志工熟练地拿着手卡，配合生动创意短剧，模拟各类常见诈骗情境，结合自身经验分享，呼吁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能乱点，成功引起现场长辈共鸣，也加深防诈记忆。其实我们也在学习当中，刚才那个场面虽然我们是志工，但是我们有很多也是刚我们。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了解，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学习的对象之一。诈骗非常的严重我嘛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知影，这反诈骗的方法加信息互大家知影，尽量
卖安尼都哄骗你。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团队讲师从媒体识读基本概念开始谈起，指出在 AI 科技快速发展下，眼见为凭已不再绝对可信，特别加入 Deepfake 影像的防诈辨识内容，提醒长辈遇到可疑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因为现在诈骗非常的猖獗，然后刚好我的好朋友杨明锦杨老师他有跟我讲说，有中嘉宽频，他们现在就是大量在推广，我们的长辈也都吸收了很多。那希望说透过中嘉宽频这样子的宣导，能够达到最高最好的防诈骗。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接受我们的三冠网的培训，防诈这个讯息非常需要给社区的居民知道，让他们避免去在远离这个诈骗。透过企业志工的牵线，不仅协助社区长辈提升媒体识读与防诈能力，建立正确的媒体使用观念，更期盼让长辈成为防诈先锋，从被保护者转为守护者，共同成为守护社区安全的重要力量。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全台最大的游艇码头将落在基隆八斗子的碧沙伯区。基隆市政府跟雅果游艇集团完成签约，市长谢国良表示，将透过游艇港、商场与饭店的串联，打造东北角的观光亮点，预计可增加超过500个就业机会。互换合约书。全台最大的游艇码头就在基隆八斗子碧沙伯区，基隆市长谢国良跟雅果游艇集团董事长侯佑林正式完成签约，包括民意代表、市府局处首长跟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署长等贵宾都到场见证。在碧沙渔港，我们将打造全台湾最大的游艇码头，然后也会在同一个地点打造200个房间左右的饭店，以及3000坪左右的商场。这个是台湾少数的游艇码头同时具备了码头、商场以及饭店这样子一个多功能。现在所有的商场都是沿着中山高跟沿着高铁沿线在做所有的建制，在东北角，在人口非常多的九份，在海科馆八斗子这边能够放一个商场，我想是有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定位，也可以提供未来在东北角庞大的旅客一个休闲观光购物的所在地。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基隆的八斗子的游艇未来一定是一个主题性相当丰富的一个据点。所以未来结合海洋的这个生态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海上刚刚讲的北方三岛一个很重要的这些的据点。那另外从北海岸一直到东北角，一直到这个清水断崖这一片是台湾最漂亮的海岸很少人有机会从海上看陆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卖点。所以我们也期望在雅果公司跟市政府的协助之下能够把这个港提早把它落实起来，这是可以满足很多人殷殷期盼的愿望。市府与雅果游艇集团进一步说明，将结合知名的饭店与商场品牌，共同打造游艇休闲与观光园区，带来超过500个就业机会。基隆这个八斗子游艇码头，它以后会有300多个泊位，也就是会有300多艘船停在这里。我们当然会第一个会先朝向海洋的部分来做这个厂商的邀约，那其他的陆地上的厂商也会陆续找寻呢比较适合基隆的或适合在海边的，例如像台湾很有名的金色山脉喝啤酒在这个码头边呢，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厂家，我们会尽量来邀请他进驻。雅果游艇这一次商场的伙伴是金站，那它也是在台北市火车站周边营运非常成功的一个商场。那这一次商场的规模，雅果游艇在预约的时候也承诺不下于3000坪。3000坪，我想未来在招商的时候
市府的相关团队也会跟雅果游艇、跟金站商场来搭配，寻找适合这些游艇业者、客户，还有基隆东北角适合的一个产品跟店家的一个定位，共同来去打造一个区域上的亮点。旅馆的部分我们目前是跟这个烟波饭店做这个合作，那会打造200个房间，那会比较打造像亲子的旅游，因为我们希望未来在基隆呢可以推广海上的一些亲子的旅游嘛。那商场里面我们当然也会设置海洋学校啦，结合这个基隆市政府的国小、国中、高中，甚至跟海大合作，让台湾从学生就开始喜欢海洋、喜欢玩船。这样预计会增加多少在地就业机会？我们目前的规划是一定会超过500个就业机会了哈，因为所有的船艇它都需要清洁维护保养，也需要更多的船长水手。这些我相信在码头上面300多艘船就要有300多个船长、水手。这个游艇管家、海上秘书，那如果结合饭店的话，我们预估新增加的这个就业人数会很多一定会超过500个。市长谢国良期盼整个工程能如期如职，尽快完工，成为东北角廊带的观光亮点。发展海洋观光之外，也能带动基隆的就业机会。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预防医学的概念和积极作为越来越重要。卫福部基隆医院推广 MRI 脑血管健康检查，希望有颅内血管狭窄以及动脉瘤的民众，在还没有破裂之前，就可以及早发现，利用脑血管微创治疗，不用开刀就能解决脑中风的风险。预防医学的概念和积极作为越来越重要。卫福部基隆医院推广 MRI 脑血管健康检查，希望有颅内血管狭窄以及动脉瘤的民众，在还没有破裂之前，就可以及早发现，利用脑血管微创治疗，也就是采用免开刀的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治疗。利用血管摄影技术，过程中使用特殊导管导引到动脉瘤里面，经由导管放置线圈以及密网支架来栓塞动脉瘤，就能够解决民众脑中风的风险。譬如说，我们这边有一颗很大的动脉瘤，那我加了一个密网支架，你看它，因为它比较密，所以血流进去就减少，然后流到上面是 OK 的，因为它是中空的。好，然后这个血流减少以后，这个动脉瘤压力减少，它就慢慢萎缩，就萎缩回来了。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比较小的动脉瘤，我们实际上只放密网支架，就不加线圈。只是因为这颗比较大，所以我们又加了线圈。其实它那一颗很大大概它其实破裂的风险大概每年是3%，而且有过去有统计就是说这么大颗大1公分的如果你不处理，在3年内会变成重残的机会大概是85%。平常核磁共振的 MRI 检查实际上是蛮花时间的，那蛮花时间有什么缺点呢？病人会不耐烦，躺在上面起码都要半个小时到甚至常常都1个小时。我们把它尽量设计简化到在半个小时之间，甚至20几分钟我们就把它做完。那把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找出来。所以而且不用打显影剂，这个有些病人是害怕打显影剂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核磁共振它的检查特点，用不打显影剂，然后时间缩短，让病人愿意来做这个检查，来做一个screen， 就是那个一个 screen， 就是筛选的一个检查，把重要的问题找出来，高风险的病人抓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做后面的。基隆医院表示，面对脑血管病变，特别是有脑血管病变家族史或是3高的潜在因子，在还没有达到健保罹患疾病的检查条件时，可以考虑安排自费检查。推估台湾人口大约有4%，也就是4%左右可能罹患动脉瘤，防范于未然就非常重要。动脉瘤最多的症状是没有症状，就是说当它被发现就是破的时候了。那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叫做蜘蛛膜下腔出血，其实大概有1/3的病人
来到急诊室连救都没有机会救，所以这个比例非常高。我们都知道欧卡其实有一部分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动脉瘤破，而且因为他急救可能救不回来，他也没机会，连电脑断层都没有做。中间还有一群大概也是占1/3，是你经过很多的处理以后，他还是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包括一些昏迷的、植物人的状态，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水脑啦、残障啦，然后它虽然是出血，它也可能会引起缺血性的中风。总之，变成重残的机会就相当高。就像刚刚陈教授所提到，3年内85%会是重残。那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一些病人，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社会、家庭等等的负担了。王主任设计出来的这个基本上是自费，那当然这2个病人都是接受自费的检查，那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去设计的一个那个脑部含颈部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核磁共振检查。那刚才蔡副院长提到很亲民，就是指我们上礼拜才机器人那个外骨骼机器人了那我想一样，就是就是让基隆乡亲可以不用花很多钱那就可以很快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服务跟外骨骼机器人一样我们是4500块那我简单讲，我的兄弟医院部立台北医院是5000块。那我们很开心，院长能够带领蔡副院长带领团队，把我们的诊断跟治疗都能够再往前推到一个层次，让市民可以更早、更安全的知道身体的状况，然后能够再接受最适切的、最侵入性最低，然后有机会恢复最快、功能可以保存、可以恢复的这样子的治疗。基隆医院指出 ，MRI 脑血管健康检查主要是针对脑部和颈部血管异常所设计，跟一般的脑部 MRI 检查不一样，不用施打显影剂，大约30分钟就可以完成检查。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面对重大的外伤，手术后或是烧烫伤造成的外观缺陷，许多病人都有心理的压力与社交的困境。奇美医院整形外科团队就运用自体脂肪移植技术，成功协助2名患者改善颜面的问题。一起来关心。脂肪是身体的负担，不过奇美医院把脂肪拿来修补外观缺陷。不管是口腔癌手术造成的凹陷与疤痕粘连，或是车祸导致颜面骨折以及颧骨凹陷，都能透过自体脂肪移植来改善。在早期，自体脂肪移植都是用在医美的手术跟治疗方面。那只要爱美是人的天性嘛，所以其实在过往这方面的使用已经非常纯熟。那这几年我们会把它应用在一些颜面缺损，或者是一些烧烫伤疤痕，或者是一些外伤。导致的一些组织的缺损。相较于人工填充物，脂肪不仅跟人体组织相容性高，而且几乎无排斥或过敏风险，更能提供细致、柔和、不僵硬的效果，还能同时改善局部脂肪堆积问题，达到重建与美观双重效果。以前我们都会用玻尿酸或胶原蛋白，或者甚至用一些人工合成的植物去做这样的一个软组织缺损或者是一些凹陷的一些修补，但是这样的情况常常会有一个异物残留的问题，或者是会有一些组织排斥的问题，那或者是一些感染的问题。但是用自体脂肪就是取之于自己的身上去做这些填补，所以我们就有点是废物利用的概念。移植的脂肪存活率大约5到7成，对希望获得自然修饰效果的病人来说是不错的疗程。但医师提醒，脂肪在移植后会受个人体质、医师技术及术后照护等影响，在选择前要先了解可能发生的风险。记者邱怀谈的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